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真欢喜，有咱中会的同工伫遮，甲咱三甲做伙敬拜。首先，咱三甲拍头来祈祷。稳定的主，听堂的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你的囝儿，搁一摆出入伫圣殿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，互阮的敬拜会当即个当中甲主你相见面。主啊，求你帮互阮伫敬拜当中享受敬拜喜乐。愿你的荣光充满伫阮的会中，互阮搁一摆经历主你丰盛的恩典，互阮今仔日的聚会搁一摆真清楚听到主你要对阮讲的话，互阮的生命搁一摆伫主你的面前重新来调整。愿圣殿充满喜乐，愿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同心来学乐提拜上帝，咱来吟圣诗54首。主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嘴唇要来学乐你。也这是毋是咱用咱的心神，用祈祷心，搁一摆开声来吟，咱同心学乐天父。同心学乐天父，主的仰望上帝。因你无穷无尽，叫我听见的，我耶稣主名，上帝都是会行，我日我受人罪过。上帝诚实，愿念感我万民，对天降临甜人的心，互咱归主我心，学乐三位一体，白领诚实上帝。一大主耶和华，到万世。主，感谢你对阮的听。伫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主你甲阮斗阵行，我袂大声唱，互人知，主你有无限的听。愿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主愿你的名声
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必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请咱做伙来吟无限的听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。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感谢你对我的爱，予我机会回头来。天天白云伴阮走天涯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。我的歌声唱予人知，也予我有无限的爱。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也予我是完全的爱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感谢你对我的爱，予我机会回头来。天天白云伴阮走天涯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。我要大声唱予人知，也予我有无限的爱。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也予我是完全的爱。我要大声唱予人知，我要大声唱予人知，也予我有无限的爱。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也予我是完全的爱。亲爱兄弟，伊最近牧师有鼓励咱看册。这本册是一个德国的牧师，伊叫做辛克。这本册册名叫做《深度灵修之路》。足侪年前就有这本册，我一直有忽略，我放伫册架有看过，但是即届佫重新摕起来看。这个牧师，伊咧推崇和平，推崇保护自然生态。
伊伫迄真细汉的时阵，伫伊3岁的时阵，伊的爸母就小连线来过世。伊有经历过第二次的世界大战。伫迄时阵，伊是一个飞行员，伊的飞机去互英国甲伊击落，后来伊掠去美国的俘虏集中营内底。伫迄个时阵，伊搁一摆去想人生生命的价值甲意义。伫伊的人生的最后，伊讲：我应该搁倒转来面对家己，甲面对上帝。当我开始搁读这本册的时阵，我一个足感动。你要开始读这本册的时阵，辛克牧师先替你祈祷，伊替咱祈祷。这样特别的册，我直接先困来邀请咱兄弟姊妹，你若是手中有这本册，你会当去摕起来读。嘛，伫遮先困邀请兄弟姊妹，你做伙来参加咱的查经班，咱做伙做伴来灵修，做伙来读册，重新来盘点咱的生命，重新去做咱属灵的活命。主要做咱一生的倚靠，主要甲咱做伙斗阵行，才刷咱来吟一生的倚靠。耶和华，你看顾义人的道路，相信听我一个做人的祈祷。过去树鸟找无收，树船无法通好靠，是你使我开力平安天路。耶和华，你看顾义人的道路，相信听我一个做人的祈祷。过去树鸟找无收，树船无法通好靠，是由我带你世界分数。是来发出感恩主我路，感谢你带我向前行，行向你圣洁的道路。你是我心爱的宝，我心爱的宝，是咱一生永远的倚靠。耶和华，你看顾义人的道路，相信听我一个做人的祈祷。过去树鸟找无收，树船无法通好靠，是你使我开力平安天路。耶和华，你看顾义人的道路，相信听我一个做人的祈祷。过去树鸟找无收，树船无法通好靠，是由我带你世界分数。是来发出感恩歌声，感谢你带我向前行，也向你圣洁的道路。你是我心爱的宝，我心爱的宝，是咱一生永远的倚靠。心内发出感恩唱歌路，感谢你带我向前行，也向你圣洁的道路。你是我心爱的宝，我心爱的宝，是咱一生永远的倚靠。心内发出感恩的乐，
发出感恩唱歌咯。感谢你带我向前行，也向你圣洁的道路。你是我心内的宝，我心内的宝，是人一生永远的依靠。咱的主耶稣要成做咱一生的依靠。这2天是咱的细囝因咧升高中考试的日子。做父母的，咱常常咧为咱的囡仔祈祷。雅比斯的祷告真具体，真侪人真爱用这个祈祷来祝福咱的细囝。伊求上帝赐福，求上帝开阔咱的境界，求上帝保护咱无受到灾害，求上帝常常甲咱伫地。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，我将这首诗歌的祝福嘛送予咱大家。愿你真是赐福予我，你的手常常甲阮伫地。愿你真是赐福予我，无拄着患难的到忧闷。愿你真是赐福予我，伊的手常常甲阮伫地。愿你真是赐福予我，无拄着患难的到忧闷。开阔阮的境界，求你永远的祈求，开阔阮的境界，主啊，求你永远的祈求。愿你真是赐福予我，你的手常常甲阮伫地。愿你真是赐福予我，无拄着患难的到忧闷。愿你真是赐福予我，你的手常常甲阮伫地。愿你真是赐福予我，无拄着患难的到忧闷。开阔阮的境界，求你永远的祈求，开阔阮的境界，主啊，求你永远的祈求。求主赐福咱，开阔咱的境界，求主常常甲咱伫地，保护咱无拄着患难。愿上帝，咱的天父听咱的祈祷。最后，咱来吟诗曲有你。
时刻有你，充满你的话语，你是我一切的根基。心心言语照主旨，阮对你因带无你。时刻有你，充满你的话语，你是我一切的根基。心心言语照主旨，阮对你因带无你。你是我道路，生命真理，我愿意注目听候你。世界的罪路，若水流就过去，你永远拢无离。你是我道路，生命真理，我愿意注目听候你。世界的罪路，若水流就过去，你永远定伫天。时刻有你，时刻有你，充满你的话语，你是我一切的根基。心心言语照主旨，阮对你因带无你。时刻有你，充满你的话语，你是我一切的根基。心心言语照主旨，阮对你因带无你。你是我道路，生命真理，我愿意注目听候你。世界的罪路，若水流就过去，你永远拢无离。你是我道路，生命真理，我愿意注目听候你。世界的罪路，若水流就过去，你永远安定伫天。你是道路、生命、真理，你是我道路、生命、真理，我愿意注目听候你。世界的罪路，若水流过去，你永远拢无离。你是我道路，生命真理，我愿意注目听候你。世界的罪路，若水流就过去，你永远安定伫天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，原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伫地，道就是上帝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安尼讲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兄弟，咱做伙行这条信仰的道路，绝对毋是咱家己一个咧行。刚才有真侪人做咱的同伴，做伙行，就亲像咱中会遮的青年的同工，恁拢做伙行，行咱中华中会所有的教会，
到伫每一个教会伫遐来祝福。毋过，咱要相信，伫咱的头前，咱的主耶稣咧带咱行。主耶稣伫咱的头前，伊亲身带咱行这条路，请你放心，伊要甲咱同行。主的话要互咱开力，伫主的头前，主伫咱的头前咧引带咱，咱毋免惊，跟对主的脚步。咱最后过今一摆，时刻有你。时刻有你，充满你的话语，你是我一切的根基。心心坚固，照主旨意，面对你，因带无你。时刻有你，充满你的话语，你是我一切的根基。心心坚固，照主旨意，跟对你，因带无你。你是我道路，生命真理，我愿意注目听候你。世界的做路，若水流就过去，你永远拢无离。你是我道路，生命真理，我愿意注目听候你。世界的做路，若水流就过去，你永远安定伫天。时刻有你，时刻有你，充满你的话语，你是我一切根基。心心坚固，照主旨意，跟对你，带无你。时刻有你，充满你的话语，你是我一切根基。心心坚固，照主旨意，跟对你，带无你。你是我道路，生命真理，我愿意注目听候你。世界的做路，若水流就过去，你永远拢无离。你是我道路，生命真理，我愿意注目听候你。世界的做路，若水流就过去，你永远安定伫天。请赵刚。
全地堂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，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乐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俄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世间情人拢着恬静，天生徛起伊面前。无知歌女世间小事，逐项稳定伊相思。上帝讲应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请咱做伙用圣诗164首来学乐咱的上帝。圣诗164首，基督做咱坚固地基，殿中触角石是伊。救主所敬实在宝贵，连结圣会归伫伊，阳光圣城拢无废去，坚心信靠免犹豫，请咱起立念全首。请咱犹原徛地，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比勒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，上天，
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堂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得我永远的活命。阿妹，啊，这请坐。请咱做伙来启用启应文25篇。启应文25篇，我要举目望山。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你是太阳无上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阿门。接续咱倒来吟圣诗347首。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，树木真青翠的路边。有时咱拄着大忧闷流目屎，咱经过大风涌的苦海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我靠主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请咱一个吟全首。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，树木一起水的路边，有时咱拄着大忧闷流目屎，咱经过的苦海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我靠主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有时咱拄着规群向恶对敌，包围咱身边要攻击。有时咱拄着一个真艰苦，伊教咱心失望，看无路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我靠主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检查这世界，万民变我的心，地上的思想真惊你，真惊呀！大悲巴无通靠，主所想的百姓，烦恼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我
请咱做伙仰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愿感谢你，主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是永远的石盘，除你以外，阮无别的倚靠；除你以外，阮无别的拯救。恳求主，把阮创造清气的心，互阮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亲爱的主，阮特别为着即届新冠肺炎的疫情献上感谢，因为你的怜悯、固守、甲稳定，互台湾伫即次疫情会当得到非常好的控制，甲成果的表现。透过即个事件，互世界看见台湾，看见你奇妙的所在，是即个你所赏赐美丽的岛屿台湾顶面。虽然阮的国家真小，但是主你并无弃杀阮，反倒当主你是遮尔疼阮。阮也为着由启智长老所带领中华中会50周年为主发光教会顺利活动的青年，求主保守因的交通拢安全平安。阮也要恳求主加添阮信心、勇气甲智慧，互阮谦卑顺服伫你的旨意，做应该做的事，行应该行的路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上帝的忧歌，就是渡去世界的罪。求你怜悯我，上帝的忧歌，就是渡去世界的罪。求你怜悯我，上帝的忧歌，就是渡去世界的罪。使我平安。好了，请圣歌队。
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。咱要先来看旧约圣经创世纪16章第8节、11节到13节，以及21章17节。16章第8节，对伊讲：撒来的女婢夏甲，你对倒落来，要倒落去。伊讲：我对我的主母撒来的面前行出来。11节，耶和华的使者搁对伊讲：你当怀孕要生一个囝，就甲伊号名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。13节，夏甲就称迄个对伊讲话耶和华的名讲：你是看见逐项的上帝，因为讲连伫遮我也看见迄个看见我的嘛。咱再来看21章17节，上帝听见囡仔的声，上帝的使者对天里叫夏甲讲：夏甲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毋免惊，上帝已经听见囡仔伫遮的声。咱再来看新约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31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31节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沉沦的人看作戆，咱得救的人看作上帝的权能。因为有记载讲：我要灭无智慧的人的智慧，也要气杀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的人伫倒落，经学士伫倒落，即世间好辩论的人伫倒落。上帝竟毋是互世间的智慧变成戆，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，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戆来救这信的人，这拢是上帝的智慧。因为犹太人求神力，希利尼人求智慧。23节，若是阮传顶十字架的基督，对伫犹太人是脱碍，对伫外邦人是愚戆；若是对伫受召的人，无论犹太、希利尼，基督做上帝的权能，上帝的智慧。因为上帝的愚戆比人较智慧，上帝的软弱比人较勇壮。兄弟啊，试看恁的受召，照肉体有智慧的无偌济，有权力的无偌济，有尊贵的也无偌济。27节，若是上帝经世间的戆个来互智慧的人见笑，上帝也经世间的软弱个来互勇壮的见笑。上帝也经世间卑贱的人看毋上目的，以及遐个无的来废无遐个有的。互囝若有肉体的，伫上帝的面前无通夸口。30节，若是恁对上帝得到踮伫基督耶稣，伊对上帝替咱成做智慧，叫做义、成圣以及赎回。第5照所记载讲，夸口的人就用主来夸口。讲道，耶和华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咱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做伙聚集，阮要敬拜你。你堪伫阮敬拜，你手所做，你所施的恩惠，是阮着常常献上感恩，伫你面前，伫众人的中间来讲起上帝你的恩。阮恭敬来到你的圣殿，阮要听你的话，诚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也诚做阮属灵道路顶悬的帮站。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对阮讲话，
因为你逐世代对孤单的你的囝儿所讲的话，拢常常诚做因的帮助。阮安静伫你的圣殿内，求主你对阮讲话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今仔日我要甲恁分享一个真要紧，咱伫信仰顶悬的智慧，互咱明白，咱做伙伫今仔日做伙敬拜即个上帝，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即个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一摆伫灵修的中间，我定心去看到一句，对我有真大吸引的话，就是一个人叫做希西家，伊伫伊的祈祷的中间得到上帝的怜悯。所以上帝就差遣先知，甲伊讲：“我有听你的祈祷。”伫迄节的经文顶悬，圣经安尼讲：“伊讲我看见你的祈祷，我看见你的目屎，我听见你的祈祷。我看见你的目屎，我听见你的祈祷。”兄弟姊妹，我用这段圣经甲咱做伙分享，也愿咱真做一个。互上帝怜悯、上帝保守、上帝扶持的囝儿，上帝嘛对你讲：“我听你，因为你是我宝贝的囝儿。”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题目，伊串联了规本的圣经，对旧约到新约，真侪所在，恁若静静搁定心甲读的时，你会发现，牧师甲恁分享的即个题目，实在就是咱伫生活人生中间一个通堪得咱经历的祝福。上帝看见咱所流的目屎，上帝听见咱的祈祷。我要煞接顶礼拜有两个姊妹因的见证甲分享，敢毋是安尼嘛？咱每一个人要不要真熟练来祈祷的时，其实上帝就接纳咱，诚做帮助者。今仔日这个主角夏甲，伊是一个埃及人，伊毋是犹太人，伊是一个外邦人。那照咱今仔日做礼拜的规矩甲习惯。咱来讲起，伊毋是基督徒，但是上帝为什么听伊的祈祷？伊是外邦人，为什么上帝嘛听伊？通过这种的圣经的故事，佮通过新约保罗伊所讲，耶稣基督伊就是十字架的道理，伊彰显了上帝的权能佮奇妙。这种跨越时空的读圣经，就互咱明白咱的上帝是对古早到今仔日到将来。伊永远伫地上帝，伊看过基督徒，伊嘛看过未信者，伊是听人祈祷的上帝，何等的宝贝！兄弟姊妹，整个的圣经其实真重要咧，讲起就是当人伫土溃、伫苦境的中间，上帝诚做因的怜悯、帮助甲扶持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你讲话，无论你这个时阵你的人生是拄着苦境。或者你的人生伫一个懊恼、感恩的时刻，你拢通讲：耶和华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经历到希西家伊伫人生中间的祝福。上帝的先知对伊讲：你的祖先的上帝叫我来甲你讲，伊有听你的祈祷。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需要你听我的祈祷。像着今仔日个圣经，这个人叫做夏甲，这个人一生实在是歹命的人生。伊少年的时阵就做奴才，互人卖到亚伯拉罕的身边。亚伯拉罕是犹太人，其实起初伊毋是犹太人，伊是阿兰人。对迄个迦南的族北边，对迄个所在，上帝带亚伯拉罕离开伊的故乡，来到迦南地，伫这个所在开始要承接上帝应允的事。但是美中不足，亚伯拉罕这个家庭啥物拢有骆驼、有羊群、有牛，有真侪的壮丁，有真侪的遮个车用的人。但是独独亚伯拉罕无囝，所以这是伊的家庭中间上界遗憾的。所以为着传宗接代，所以亚伯拉罕的太太，伊就想到一个撒拉，就是想一个方法。伊就甲伊身边的查某囡仔来甲伊的丈夫讲：无你甲我的查某囡仔来生一个囡仔，做咱的家族的后代甲传承。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的开始。夏
下个伫今仔日的圣经对15节，恁应该若有机会，恁都一定先读，特别是做姊妹的。顶礼拜咱是妇女的主日，今仔日咱搁续接这个妇女的故事。其实毋是姊妹，毋是兄弟的问题，是每一个伫苦情中间祈祷的人，因要承受上帝祝福。迄个时阵，夏甲已经怀孕啦，伊还阁毋知影何去何从，因为做一个奴才，伊所生的囡仔，基本上嘛毋是伊的囡仔。所以对伊来讲，这个囡仔毋是伊的噩梦，嘛毋是伊的将来。所以当伊暗暗流着目屎受欺负的时，上帝差遣天使来到撒夏甲的身边。上帝甲夏甲讲啥物话咧？咱看今仔日的圣经，第一，上帝天使安尼叫夏甲呢？圣经的记载虽然咱无一定读过，咱无一定了解，但是每一句话拢有真特别的称呼。所以，圣经的第一句话，天使称夏甲做什么？撒拉的罗卜，撒拉的女婢夏甲。伊本身是一个无家己的身份的人，伊的地位、伊的身份是一个奴才，所以伊受称叫做撒拉的罗卜女婢夏甲。咱的人生有时安尼，有时咱袂当做家己，有时咱袂当做张。但是伫迄个时阵，上帝已经开始伫咱的生命中间有计划。伊咧逃走的时，天使甲伊讲：“你要走去倒咧？”伊讲：“因为我的主人，我的主母，伊苦毒我，所以我挡袂牢，我逃走。”所以天使甲伊安慰，伊甲伊讲：“毋免烦恼，你倒去，因为你的腹肚内底有一个红婴仔，你也甲伊号名，伊的名叫做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，伊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你的土气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咱想袂到，你虽然无对上帝讲你的心内的苦情，但是当你咧吐气的时，请会记得，你的上帝是时时刻刻陪伴你的上帝。所以以实玛利的上帝嘛是咱的上帝。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亚伯拉罕伊的祝福就已经开始伫伊的身边的人。所以这个以实玛利虽然后来伊离开亚伯拉罕，伊的这个族群，到21章有记载讲撒拉甲这个夏甲赶出去，因为伊惊了这个奴才囡仔将来会篡位，会侵占伊的主人的后代，所以就甲这个查某囡仔甲伊的奴才仔囝甲伊赶出去。但是伫这个中间，伊已经带着上帝的应允，因为无论人怎样做，夏甲的囝，伊的名叫做以实玛利。我今仔日读这段圣经，是要邀请兄弟姊妹来回应上帝，因为伊是听见人祈祷的上帝。愿咱每一个人甲上帝讲阿门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佮注意听16节，伊伫这个所在，夏甲就称上帝讲，伊就是看顾人的上帝。这是汉字的圣经的翻译。耶和华是看顾人的上帝。白话字的圣经讲，伊是看见我的苦情，看见我的屈辱，看见我的受苦。伊讲，我欠毋知嘛，伫这个所在，耶和华嘛来看顾我。你敢会记得几礼拜前咱读到雅各的故事有无？雅各伫迄个天梯迄个故事，伊伫逼第2个旷野，暗时看见耶和华的天使甲对天顶楼梯落来。伊讲：我竟然毋知影，这个所在是圣洁的所在。迄个拜牧师甲你分享，咱的心内，咱的人生就是一个圣洁的所在，是咱要甲上帝相见面。今仔日夏甲嘛是安尼祈祷，伊讲：我竟然毋知影，伫这所在，上帝嘛看见我嘛看见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的上帝陪伴你到一生到世间的路尾，对即时到永远，伊是咱的上帝。咱甲上帝讲阿门。当咱伫阿门的中间，请注意听，上帝将撒拉的女婢甲伊摕掉。上帝将撒拉的女婢甲伊摕掉。创世纪21章，上帝的天使对撒拉讲什么？伊互伊成做一个新的人，
是伊家己，真我是我。兄弟姊妹，自从咱做耶稣基督学生，才对基督徒开始，咱就正对上帝的囝子。所以对这个时阵开始，咱的名就是真真实实属于咱的。咱的名要甲咱的人生的命运，正对一致甲合一。愿天父上帝将基督徒这个名放伫咱的一生的中间，真做咱的骄傲。天使对夏甲讲：毋免惊，你的上帝已经听见你的囝子会祈祷。这个故事虽然15、19、21咱咧读100年久，解释无跳针，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影今仔日这4句的圣经是经过13年、14年啦？因为当撒拉、当夏甲逃走离开伊的亚伯拉罕的布棚的时，迄个时阵亚伯拉罕87岁、86岁、87岁。但是当今仔日这个时阵祈祷的时，是亚伯拉罕99岁，因为上帝已经应允撒拉要有伊家己的囡仔，号名叫做以撒。兄弟姊妹，伊的祈祷经过13年、14年，所以当伊咧吐开祈祷的时，上帝讲：这个囡仔伊咧啼哭的声，天顶的上帝毋甘。上帝看过你的囡仔，迄个时阵伊是玛利已经14岁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我一直咧想讲，今仔日我的题目应该甲恁讲啥物？其实这两个题目是一致，会当叫做今仔日的讲道的题目会当叫做伊是玛利的上帝，因为伊是玛利是上帝听见，上帝听见，伊是听见我的苦情的上帝，嘛会送亲像希西家，上帝看见我的目屎，上帝听见我的祈祷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今仔日开始。咱无搁再做孤单软弱的囝子，咱要伫上帝的面前，甲上帝讲：上帝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你要成做我的倚靠，你要成做我的帮衬。伊是玛利的上帝，嘛是我的上帝。所以犹太人讲，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伊是以撒的上帝，伊是雅各的上帝。这是犹太人。但是恁敢知伫阿拉伯人，遮的毋是犹太人的外族，有真侪人对以实玛利所传落来遮子子孙孙，今仔日伫阿拉伯这个抗议的中间，因称以实玛利的上帝是我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疼惜世间所有的情人，伊是听咱的祈祷。今仔日我无要甲恁分享，牧师今仔日无要甲恁分享祈祷的方法，但是要上牧师只有要爱恁坚定伫你的心内相信一项代志。咱的上帝是听咱祈祷的上帝，所以当你拄着艰难的时，你会当拜托，你会当邀请牧师陪你祈祷。但是你更加要紧的信心，就是你爱相信。当你孤单流目屎，毋知要怎样的时，你咧吐开的苦情，你爱相信，咱的上帝毋甘，咱的上帝要听你的祈祷。这是今仔日个礼拜第一个，咱来确信讲。你是听我祈祷的上帝，兄弟姊妹，你想上帝有听你的祈祷吗？如果你的心内还阁有吐开讲，上帝啊，我虽然相信你有听我的祈祷，但是我的困难、迄个艰难，为什么还阁遐尼久呢？你该想夏甲当伊听到天使安尼应允的时，伊经过偌久的时间呢？兄弟姊妹，伊是听咱的祈祷。伊的手要扶持帮助咱。顶礼拜有2个姊妹，恁若回想因的见证，恁敢无想到，因伫艰难、惊吓、孤单的中间，怎样求告这个天顶的上帝？但这个上帝怎样陪伴因？互伊知影，当人迄个门关条条的时，上帝要将迄个稳定甲真理活命的门，就为着你的家族来拍开。互恁相信，互恁回想，互恁会记得圣经点无讲。一人得救，全家怎样？全家拢得救。一个人将福音带入伊的家庭，因为全家到代代无尽，上帝就受因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真做一个用祈祷摇动上帝的手，和上帝的天使为你拍开一种祝福的门吗？
原今仔日的礼拜是你甲上帝誓约立约，你甲上帝讲，上帝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无论你的时间偌久长，主我拢愿意。今咱所读的新约，保罗伊所讲，我的上帝，虽然我身边有真侪犹太人，因咧追求迄个新约技术，但是我无追求新约技术，我要用我一生。得时不得时，我拢要甲人讲，我的主人就是耶稣，伊已经定十字架。但一日我带恁去重新来读这段圣经的时，恁可能就会忽然有一个觉悟，讲原来基督教的宝贝甲真理、十字架的道理，原来就是安尼啦。今仔日有真侪教会，伊咧教导就是讲，你爱讲方言，你要看见先知的文书。你也有真侪新约技术，是有上帝同在的教会，应该要有这种的能力。但是兄弟姊妹，真正的教会伫讲台顶悬所咧讲的道理，只有一项，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兄弟姊妹，用脚步谦卑敬虔的心，你问上帝，毋免无牧师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你开始来问。十字架对我来讲，伊代表什么？所以拄则，迄个英皇长老伊咧分享伊本册，迄个作者讲一句话，伊讲一个人若要叫做真正的基督徒，伊有三个真要紧的默想的功课。第一个默想的功课就是，伊问伊家己，伊伫圣经内底读到的话，耶稣安怎对伊讲话？兄弟姊妹，圣经内底所记载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对咱讲，个人对咱个人讲，毋是对别人讲。伊讲第二个默想，应该默想的就是，当你咧读圣经的时，你看到十字架顶悬的耶稣，你著问你家己讲，伫圣经中间我所看到的耶稣是什么种的人？伊放落一切。伊暗时咧困的时阵无枕头，伊嘛无一个温暖的面床。这种的耶稣，是毋是你的主人？伊讲，当你想要做基督徒，你伫默想的中间，你应该谦卑，目睭曲低，你安静祈祷了后，你看，你的主耶稣所行过每一个脚步，爱谦卑恭敬，拍拜。来看耶稣所行的道路，甲耶稣的脚迹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要读这段圣经，恳求上帝带你一生恭敬来读十字架的道理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咱的主耶稣讲，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咱的主耶稣讲，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但是咱的主耶稣嘛讲。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来就近我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为着你的灵命，为着你的经济，为着你的生活，为着你的身躯的健康，有真久长的土气，你甘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恁甲主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伫这个世代有偌尔多无能为力的教会。伫这个世代有偌济无能为力的基督徒，我为什么要安尼讲？圣经记载，伫耶稣咧传福音的时，恁会记得伊讲真侪故事，有遐个变碎的，有遐个摆卡的，有遐个痴迷，有遐个矮狗的，有遐个安那手萎缩出袂出来的人，恁会记得无？这个故事好亲像就是咧甲咱讲起，伫逐世代拢有迄种无能为力的基督徒甲教会。咱的教会敢是无能为力的教会？毋是。虽然咱的教会无真侪神迹奇事，但是救恩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告，主对永远到永远。你是2000年前的耶稣，你今仔日嘛是我的耶稣。愿主对你讲话，
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兄弟姊妹，好的金句爱家己背起来，因为当你心中有所求的时，好的经文爱背起来，因为当你心中有所欠缺、喙有所求讨的时，上帝的天使就将伊的话来放到你的喙唇的面前，你就用这个话甲上帝讨。用上帝，这是你所应允的，因为你是慈爱，你是良善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主，当我甲你讨，我讲阿门的时，主求你怜悯我的需要。这就是第一个祈祷。牧师甲咱分享的第一个祈祷就是：耶和华我的上帝，就是以马内利，不是以是玛利的上帝。耶和华我的上帝，就是看见我的需要，听见我祈祷的上帝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圣经，我要带兄弟姊妹，咱重新来读哥林多前书这段第1章。我要邀请恁今仔日到了后，爱复习。一个好的学生，老师拢甲伊讲，今仔上课结束了，对恁来复习，预习、学习、复习，预习、学习、复习，就是要做礼拜进前，恁就看到牧师铺伫周报顶悬，也是碰到咱的族群顶悬，迄个经文，恁就先读过。牧师将迄个祈祷文放伫你的族群的时阵，恁是应用迄个经文祈祷，因为迄个经文是牧师分享予咱的。牧师为恁祈祷，将迄个经文当作咱做礼拜共同的祈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咱要来做礼拜之前，咱已经安静咱的心，准备咱的心。伫礼拜中间，咱恭敬听圣经的话的解说，然后倒去了后，咱重新搁反复安那，反复将上帝的话，亲像牛啊，伊的反刍，牛会将伊所食落的物件搁吐出来，伫迄个所在。反复来播，伫圣经内底咧讲圣洁的精神，就是迄种的反刍。要献伫圣殿内底的遐个祭物，一定是爱清气的精神，真牛甲油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个，咱要对哥林多前书第1章这段的圣经来看见十字架的道理。十字架的道理真重要。十字架的道理是代表上帝会听从甲救恩。伫旧约，夏甲伊所听到天使的应允，上帝应允讲，上帝已經聽見，上帝已經看見，聽見你的祈禱，看見你的苦情，所以你的囡仔，你要甲伊號做以實瑪利，看見上帝看見。願天父上帝將今仔日的話來對咱講起。牧師也要甲恁分享解說進前。牧師要互恁幾秒鐘，恁佇你的心內來回想。你問你家己講，伫即擺我所認捌的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代表什麼？咱真濟人攏有掛十字架的項鏈，十字架伫你的人生中間代表什麼？兄弟姊妹，恁若佇安靜的中間，跪落來祈禱，拍開你的筆記本，拍開你的聖經。把聖經放伫頭前，筆記本放伫邊仔，然後你開始去想講，十字架對我來講代表什麼？我相信上帝的天使聖神要開你的耳孔，開你的目睭，互你對聖經看到。牧師要甲恁分享，十字架代表犧牲的疼。十字架的道理是要入咱的心。當保羅看到耶穌基督的十字架，當保羅對大馬色的路上得到拯救了後，保羅的人生完全改變。伊講前我看做榮華富貴，但是今仔日我看伊做世間的本色。前我咧困着信耶穌對耶穌的遐個問道，但對今仔日開始，為着耶穌基督來賠命犧牲釘十字架，我嘛歡喜甘願。兄弟姊妹。到底保羅要甲咱講的十字架的道理是什麼？等下恁讀落了，你會了解十字架的道理贏過新約技術，十字架的道理贏過世間所有的哲學，十字架的道理贏過世間所有的主張甲理論。
所以保罗当伊咧讲起十字架道理的时，伊讲世间人看这个十字架道理做愚公，就亲像今仔日有真侪知识分子，伊真骄傲夸耀讲，我是一个无神论的人，因为伊感觉伊是一个真科学性的人，伊真理性的人，所以感觉上帝是人类所想象创造出来，毋通讲伤紧。咱无看到上帝，无代表上帝无存在。所以今仔日保罗咧讲起，世间人看伊做愚公，但上帝的镜头啊尾啊的能力，减无赢过世间上勇壮的勇士嘛。上帝凊彩一点点啊的思考，上帝愚公的智慧就是讲，上帝连想嘛无想，伊上较基本的一寡对圣经内底的话，嘛要赢过这个世间真侪真骄傲的哲学跟理论。因为十字架代表拯救，十字架代表人的力量。阮伫要上帝的天使，带恁到上帝施恩宝座前，互咱亲像夏甲，伫上帝的面前得到安慰。天使甲夏甲安慰讲：毋免惊，因为上帝嘛伫遮；毋免惊，因为上帝听见你的囡仔啼哭的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十字架对咱来讲，十字架道理意思就亲像一支锁匙。恁重新倒去读歌罗西第二章第1节第2节，歌罗西第1章第3节，伊讲耶稣基督就是迄个锁匙，耶稣基督本身的活命就是一支锁匙，迄个锁匙要拍开上帝的奥秘，上帝一切奥妙，上帝的存在。拢伫十字架顶悬得到彰显。早早是天使来看夏甲，但是伫黑暗的世代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人的面前。当人注目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听伊的话，看伊的脚脚，看他的背影，看伊的脚踪，看伊行过的道路。基督徒就因为安尼来认捌到十字架的人生是什么。愿天父上帝将智慧的光照伫咱每一个人，也伫咱的囡仔的身上，互咱深深认捌上帝，认捌上帝的作为，领受上帝的能力，经验上帝无保留的疼。所以保罗讲什么？保罗讲，无任何的代志会当隔断上帝甲我的疼，恁会记得吗？无论是生，无论是死，拢袂当斩断我认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种的信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十字架伊安静定伫迄个所在，伫安静的中间，十字架对咱讲话。兄弟姊妹，咱拢习惯讲话互上帝听，但是搁另外一个，咱爱安静。当你自神看十字架时，你安静，你要伫十字架顶悬听到圣神甲你讲，你伫十字架顶悬看到耶稣是一个什么种的耶稣，你就照安尼去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这个礼拜。咱谦卑，因为保罗讲，世间的人骄傲，因掠做因是有智慧的人，所以第1章21节讲，世间人高举因家己的智慧，骄傲，讲我是一个无神论的人，我毋捌上帝，上帝就放古在因去，因为因选择因家己要行的路，因为伊甲十字架当作是一个好笑。应该十字架当作是一个愚蠢，上帝就互这个愚蠢成做拯救的道理，这就是上帝的奥妙。所以，伫信的人凡事拢会；伫信的人，伊要因信称义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帮助咱，安静伫伊的话语，谦卑伫圣神的面前，求圣神对咱讲话。咱的亲人检查看见咱，亲像咱的同学，我捌甲你分享，我伫大学
的时，我一个同学当我咧食便当咧祈祷的时，我的同学甲我笑讲：哦，庄孝胜，感谢你的上帝，赐你食，赐你穿，赐你一生扣甲无路用。当然，这毋是恶意啦、调皮啦，逐个人靠惜。但是，我对迄个人叫做叶启田，我拢会记咧，因为迄个人甲我讲即句话足严重。伊的名叫做叶启田，伊即摆做教授伫美国。我甲伊回应讲：叶启田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哦，你感觉我的上帝无存在，但是若有一日你才忽然感觉讲上帝有存在的时，你无安那？你无够足惨吗？伊就无依无依就走啊！你敢知影即个人即摆做长老呢？有奇妙无？人的世间早就伫上帝会定着。一个外邦人埃及的查某囡仔下嫁，上帝嘛疼惜伊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将咱的愚妄，将咱的血气，将咱的生命中咱的软弱。咱摊开，咱甲耶稣讲：主耶稣，今仔日我需要你，你的十字架的大能，你的十字架的能力，你的掌权进入我的生命中间。通过你，我要认捌我的天父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注意听保罗所讲这句话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章24节，伊讲十字架的道理，伫受警调的人，受上帝所拣选。疼惜的人，做上帝囝儿甲查某囝的人，无论是外邦人，无论犹太人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无论基督徒、非基督徒，耶稣基督拢是代表上帝的能力甲上帝的智慧。今仔日咱所祈祷了后，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耶稣基督代表上帝的能力，耶稣基督代表上帝的智慧。兄弟姊妹，对这开始。今日所听到的圣经，好好甲伊放伫心内，爱讨，毋通听听咧无意无意，读去了就袂记。爱真正甲伊放伫你的心内，反复思想，因为即句话要对一句变做10句，要变做100句，然后即句话要帮助你串联规本的圣经，对旧约甲新约。有一日你要忽然了解讲，原来我的上帝是一个伟大的上帝，是历史的上帝。伊对阿比拉罕，伫公元2000年前一直到今仔日，所有圣经所写的这人物，因所拄着，因所经历，上帝听因会祈祷这种的经历，今仔日嘛继续伫我的人生的中间。耶稣带来上帝的能力，甲上帝的智慧。兄弟姊妹。咱信耶稣有真侪人，因为及时的需要，所以咱会甲同上帝讨，就是新约基础。主啊，我的妈妈患病，主啊，我的爸爸安怎？主啊，我的亲人安怎？伫咱伫患难，人的能力无法度做的时，咱会迫切伫上帝的面前，甲上帝讨新约基础，无可厚非。因为这就是人的需要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无否定，但是上帝伫你也袂祈祷的是，上帝其实伊就听你的祈祷。当你也袂祈祷的时，上帝就知你的轻重。但是更较要紧，除了迄个新约基础，除了你的生命的主张智慧，更较要紧，就是你伫主的面前分别为圣，你愿意互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。这就是保罗咧讲起，独我只有传，只有见证。伊咧讲传顶是给耶稣的意思，就是见证。但是我要甲恁分享，咱要怎样做见证？我要首先感谢顶礼拜2个做见证的姊妹。上帝通过恁感动真侪人，但是我嘛要甲兄弟姊妹讲，基督徒的见证是为特别的原则、特别的重点。今仔日咱所写的圣经保罗这段话，其实就是一个上好的见证的范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的见证第一个重点就是讲起上帝，讲起耶
耶稣基督怎样伫咱的人生中间对咱生命的改变。兄弟姊妹，见证的重点就是讲起上帝怎样伫你的生命中间会改变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点。顶礼拜我甲恁分享即个底波拉的故事。如果来当恁重新倒去看周报顶悬的文字稿，或者恁去回想恁伫记忆中间所留落来，或是恁去 YouTube 顶间佮重新看，迄个牧师甲恁解说。底波拉的5个伊的生命的即种的特质，其中一项是有智慧的查某人。今仔日我佮重新讲一个，因为今仔日圣经咧讲起人的智慧甲上帝的智慧不能画上等号。人的智慧甲上帝的智慧不能画上等号。人的智慧就算做伊是一个博士，或者博士后的研究，或者是世界级的博士，人的智慧总是有限。圣经咧讲，上帝的道路悬过人的道路，上帝的心意、意念、念头悬过咱的念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上帝的智慧要帮助咱建立几种伫人生中间真要紧的人物，就是我徛起伫这个天地之间，抬头看天顶的日月星辰、日月星辰，我对心中就有一个思考、一个思考：人到底是什么？兄弟姊妹，恁敢捌真正去互天顶的星吸引着你？昨我甲英宏长老伫咧大厅咧开讲的时候，忽然因为伊徛伫牧师馆，我徛伫这边，我这个角度拄，当我抬头的时候，会当看到天顶足清气的蓝天。你有看到牧师伫 Facebook 甲恁分享？足久无看到遮尔清气的天，我对心内有足大的欢喜，我马上来翕起来。然后我做一个祈祷讲：主啊，我的心需要遮尔清，主啊，我的生命需要遮尔清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需要上帝光穿透伫咱的灵魂的内底，咱要看见上帝就是天地的上帝，咱就要看见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，创造万物的上帝。然后咱要看见咱家己是上帝所差遣、上帝计划定着的人，包括底波拉，包括今仔日的夏甲，包括你甲我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常常对咱讲话，将咱的软弱拿掉，将咱的软弱拿掉。拄则牧师有一个感慨问恁讲，咱的教会敢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教会？咱的人生敢是一个软弱的人生？伫咱软弱的时，咱常常会讲一句话讲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你相信吗？主啊，我相信。但是伫我软弱的中间，一秒钟都挡袂牢。主求你帮助我。所以第三个，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用你的祈祷甲你的生活，成做你的见证。用你的祈祷来经历着上帝的帮助。伫祈祷的中间经历着上帝的透放。无祈祷就无经历，做祈祷就做经历。伫祈祷的中间来听候上帝，无论时间偌久。我要感谢顶礼拜2个见证的姐妹。牧师特别要甲咱的青年，甲恁谢谢。你毋知牧师为什么要甲恁谢谢？牧师伫无意当中都会得到恁的鼓励。就真侪时阵，恁拢毋知牧师其实很在意恁的回应。伫咱的圣经营，伫主日的礼拜，恁有真侪人默默的在听牧师的讲道。牧师毋知影讲，我从心里面真深的期待，甲恁讲的这个圣经对恁敢有帮助。但是牧师要甲恁谢谢，因为恁有听。这是咱教会一个查某囡仔青年，伊伫寒假的中间所写一篇作文。我无要讲伊的名，
因为这是伊个人甲上帝的关系。伊讲起伫圣经页的中间，上帝的话，甲迄个圣经的主题，怎样改变伊、感动伊？兄弟姊妹，咱做伙将咱的囡仔带到上帝面前，亲像夏甲将以实玛利带到上帝面前。牧师要谢谢你们，恁有领受，恁所表达出来，对牧师来讲，会更加谨慎，将上帝恁应该爱知影的话讲互恁听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伫咱生命的路程，通过今仔日哥林多前书第1章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求你通过十字架，互我看见你的作为。主求你通过十字架，互我看见耶稣基督代表上帝你完全无保留的听。主求你通过十字架，互我体会上帝你是听见我祈祷、看见我流目屎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恁人生的路程顶悬得到讨棒，咱的信心愈来愈勇壮，咱的信心愈来愈自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小小的信，后来慢慢，亲像一粒麦啊，慢慢大汉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读有咱的老师保罗所要甲咱讲的话。安静问，你认为十字架代表你什么种的价值观？当你看十字架伫你的行程的时，这个十字架敢捌代表你的价值观？请问，你也要结婚之前，迄个十字架就成做你的价值观，唔通袂记得兄弟姊妹，恭敬去思考，十字架伫你生命中间，伊代表什么？兄弟姊妹，尊主最大，心里尊基督为主。你的囡仔若问你讲，妈妈，咱的家族的盼望、跟应许、跟上帝的祝福是什么？咱的囡仔若问咱讲，爸爸妈妈，咱的家庭什么是上帝带给咱骄傲、欢喜的幸福？这礼拜，我的查某囝问我讲，爸爸，你的一生你感觉哪一个阶段是你一生当中最快乐的阶段？我想来想去，唔知要哪个回答。唔是我想无啦，是我甲讲，好像每一个阶段都很幸福。伊讲，啊，你一生中间，你感觉哪一个阶段是你感觉最有成就、最有价值？我想来想去嘛，唔是想无呢。我感觉我每一个阶段都很精彩啊。虽然别人无一定感觉哦，但是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点亮你生命的灯，互你一生享受。生命就是一生的赞叹，咱的人生就是讲哈利路亚。生命就是一生的赞叹。主感谢你，因为你甲我三甲伫地。所以今仔的圣经，恁得会定心想。保罗伫这段圣经中，咱咧讲起耶稣基督代表上帝的救恩。第二，伊讲起受主耶稣拣选的人，因要活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因要接着新创造的活命，旧的代志拢真侪过去。真正的基督徒，十字架挂伫伊的形象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十字架的道理成做伊的主张。十字架的道理、价值观念，成做咱的主张。不偷、不抢、不贪、不贪婪，咱的一生就行上帝爱咱行的路，讲上帝爱咱讲的话，做上帝爱咱做的事。咱的生命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夸口家己，是感谢上帝。上帝有你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的生命无遗憾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，咱每一个人将来拢要欢喜，要烧正。牧师讲有啥物人要做见证，逐个人拢烧正举手讲，牧师我要先做见证。牧师为恁祈祷，上帝对天顶拍开天窗，将伊的恩惠裂天而降，
将伊的活命、你的天父奖充满伫咱的中间。咱做来祈祷。伊是玛利的上帝，求你做我的上帝；希西家的上帝，求你做我的上帝；夏家的上帝，求你做我的上帝；保罗的上帝，求你做我的上帝；至圣的神，求你进入每一个阮亲爱的兄弟姊妹。因的生命内底，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对因讲话，互因为着你的话语来欢喜，来充满力量，使阮静静听，直到世间的落尾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，阿门。请咱用圣诗490首来应答上帝听。对主的人有幸福，若存忧伤真快乐。达失去恶乐淫思，满心平安真得意。为得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底着跳大欢喜。听条主毋通放离，就得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请咱起立，演全首。对主的人有幸福，若存忧伤真快乐。但是去恶乐淫思，满是平安真得意。为的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。心底条条大欢喜，去条主毋通放离，就得快乐，永远可得主快乐。对主的人有幸福，他也可通得快乐。地主欢喜我心，只为经得开声音。爱的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。心底条条大欢喜，去条主毋通放离，就得快乐，永远可得主快乐。对主的人有幸福，虽然行黑暗山谷，那对耶稣的脚步，为得主甲咱带路。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。心底条条大欢喜，去条主毋通放离，就得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请咱准备奉献。
这请坐，平安的请陈牧师。咱礼拜了后，今仔甲咱做伙参与礼拜有一阵，就是代表中会一届教会巡礼的青年，咱今年是中华中会50周年庆典的纪念的一个周年，因有一个活动就是用基督的心，伫43间的教会，安尼绕境伫个巡回顶悬做祈祷，咱来为因祈祷，因为因下昼礼拜，咱等下礼拜了，因就要出发，要先对殿中去，然后最后才对到中华咱来求上帝保守因平安，愿上帝将伊稳定的油放伫恁的头壳顶，互恁所行过每个地方都蒙祝福，拢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上帝，你会听痛，主你特别伫阮的中间，互今仔日阮的教会有一阵祈祷的路卜，甲使徒，因代表中会的庆典的活动中间来参与。即阵的青年用骑奥多麦，来拍开教会每一间教会的门。主求你也通过因的祈祷，互教会的门就往即个世间来拍开。求天父上帝，你互因所行过的中华县的每一个道路、每一个土地，拢充满上帝你稳定的记号。主你的圣神保守因，互因带着官兵、带着平安，伫全中华地区来做祝福的工。主你保守即个领队的启迪长老以及嘉文，互所有参与的遮的青年，因伫因的人生中间。也因为安尼，亲像行天路，受上帝你大的祝福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甲恁三个弟弟，互恁所做的工荣耀上帝。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好无？杨依玲今仔日有生日吼，佮有建佑吼，咱来请恁来头前，咱生日的人，佮有怡珍吼，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牧师为因祈祷。先吟耶稣听你这条歌，互相祝福哈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。
所永远的你。阿门。甲咱报告伫周报顶悬未附通写起的一个消息，一个新年兄弟已经过往伫昨透早困去，真安详就困去，上帝带伊倒去。今仔下晡4点，咱要伫因的家庭做即个家庭礼拜，兄弟姊妹若会当的人请恁来到教会，咱3点45对教会准备出发，咱来当参与的人，今仔下昼4点，咱要伫因的家庭做家庭礼拜。搁有就是搁来拜五营暗8点，搁来拜五营暗8点，嘛要伫松家做即个最后一暗，因为拜六要举行即个告别式，甲即个告别式所以拜五暗咱有一个家庭礼拜，请咱兄弟咱用陪伴，用代祷，咱将上帝安慰带到即个家庭。下晡4点，好，咱下面来请，搁有一个就是请恁代祷，就是特别甲为着再经兄的再经我把送江素莲姊妹，伊拜五忽然发现讲伊咧扫的时，伊所配出来痰有血丝，所以本地原本要是送去大院，但是伊就无爱大院，所以即摆咧等拜伊的门诊，咱特别为着即个咱的长辈江素莲我把送，咱为着伊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为着松家信任兄弟伊的亲人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引带即个家庭。主啊，欢喜你，互伊真安然伫你的怜悯中间，无病痛到一生的落尾。主啊，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松家，互因伫治丧的过程顶悬有上帝你的同在。主啊，嘛为着江素莲姊妹来祈祷。求天父上帝，你怜悯你的查某囝，互伊的细胞会当得到上帝你的保守照顾，主你互伊得到上帝你的医治，赢过人的医治。主求你甲伊同在。我嘛为着阮中间身体欠安的人来祈祷，特别恳求主你甲张庭兄、青青姊妹、詹天碧老师、蔡芬姊妹、玉姬姊妹、个庄仁聚，个有洪长元，个有。我老长老，佮蔡经兄，佮陈慈忠，主以及阮中间有身躯无够强气力的，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，主求你互因经历着上帝你是一个医治的上帝，主你的祝福稳定进入因的生命中间，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个所有性命。请咱做伙来看周报。顶周的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拜3 8点，祈祷会伫礼拜堂，家庭礼拜甲后礼拜，甲青少期咱医院也暂停。查经班拜6 7点半，教育馆2楼请咱做伙来查考圣经。圣经互师后礼拜要请书会，请林秋吉长老。领诗要请曾家庆兄弟，司琴请李慧英姊妹，书献要请冯坚执事甲钟宏仁执事。交代第一组爱请咱暂停。新眼光读经表，请咱照这个顺序来读圣经。集体交通本会中辈曾信玲5月16蒙主文调，安孝祠德堂德伟仔的厝的。享年90岁，请咱继续为家族治伤期间来代祷，愿主安慰。第二，5月份最后一个礼拜是圣灵降临节，愿大家以靠无圣神充满的心，做伙来听候圣神的充满。第三，咱的教会开始有设置主日礼拜直播的系统，提供予身体。无爽快的，会当伫厝诶吧，医院来参加咱诶礼拜。若是送往问题，请咱甲医诊来联络协助。
第四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愿上帝保守大家，无必要尽量毋免前往病院，但有得侪祈祷毋免来惊吓。第五，请咱为生日的遮个人来祈祷。防疫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老问题请往会计来更正。大道事项第一，请咱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。第二，请咱为中华中会50周年的事工来代祷。第三，请咱继续为总会总干事林鸿章牧师的恢复来祈祷。第四，请咱为这身心欠安的长辈兄弟来祈祷。第五，请咱为教会青少年学业来祈祷升高中甲大学。第六，请咱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。第七，请咱继续为咱的姊妹教会韩国福临教会、日籍教会德科达亚来祈祷。请咱来吟上迎圣诗509首。俄勒天父万福本源，关灵极大仁爱昭彰。俄勒耶稣赎我罪犯，做我中保，奖励万贯。请咱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。俄勒天父万福本源，关灵极大仁爱昭彰。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慈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谢谢，灭道必会。